我前天做了那个，这个2月11号，这不也做了一个，你的肝的质地很好，练肝，这极品肝啊！我每1-2周就带出一个病人做手术成年之后，这不在武警做了，带到武警做了好几台了。他说你可以找那些练气功的，他说练气功的那种调理好的，可以看他的病情，能等，咱就调好的。每次呢，我把信息给你，我把这些情况给你以后然后呢，然后你觉得年龄大，咱就再等下一个咱就等一个最好的。现在武警能做北京可能是军队医院就武警现在能做，北大国际的肝移植是我现在给他负责的，这武警呢，他的咱们公平质量也有保证。今天有一个，你不是记者啊？不是，一看见不是。我们这好肝源这个钱你别舍不得，弄不好就说差不多得多活10年，可不是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对呀，他要在30岁以下，然后呢，这个他要是能够这个就是练什么呢？练气调息的呀，就是所说的纯属用气来锻炼身体。哪有那么年轻？太多了，他调息的。就是他那个肝里头，就是所有的气泡都打出去了，就是连气泡都没有，就是那个练气功的肝都打出去了，他们里头的所有气泡都在血里头。那你要能赶那个练气功调息就行，他不用说练气功武术那样，不用那武术那容易伤肝。练法轮功的也行，那也是一种调息，就是最好30岁以下。那我当时就直接说，我说我要是最好的30岁以下。